喂，大家好，阿哥，我哋好耐冇見咯誒有幾耐啊？我哋上一次合作起碼有13年前啦，記唔記得咩戲啊？有咁耐？有啦13年啊！小公振武林。好嘢喎，好記性喎，我都係啱啱上網 check 過啫。哇，係啦，係飛爺，係聽講你都好打得噶喎，連借票都同人打嘅。我唔小心啫，你打親人嘅？唔小心俾人打。誒，唔好講呢啲，唔好講啦，唔好講啦。喂，華哥，你做呢行做咗咁耐，咁啊，李小龍替身又做過，最佳男配角又攞過，又拍得咁多部荷里活製作，有啲咩心得可以傳俾我哋啲後輩咧？有，最緊要計我話咧，拍動作戲咧，最緊要3個頭。咩頭啊？第一個頭你一定有，膝頭，要夠硬正。啊，好話啦，我膝頭哥真係幾硬啊！如果話飛膝啊，成個擂台都爆炸。唔錯啊！好多謝。咁第二個頭，係膊頭，係啊，要有承擔，講得出，做得到。好啦，第3個頭你唔使講，我知係咩啦。係諗頭。誒，講嘢小心啲。唔係啊，講緊你啲作品啊，例如好似《摩登如來神掌》你個天殘腳，功夫裏邊嘅太極拳，仲有我最中意嘅飛狼猛將入邊你演嗰個反派啊，幾有型啊！樓梯邊瀡落嚟做個360落地之前仲啜2下雪茄，幾有性格，幾有諗頭啊！嗱，唔好意思，今晚咧實在太興奮啦，落咗重手，唔好意思嚇。唔緊要，不過我真係要問下大會，點解每次上台都俾人打嘅咧？飛爺，係所以話咧，好嘅動作設計咧，係會深得人心。睇下今晚邊個最有睇頭。好，睇片。榮獲提名最佳動作設計包括黃偉亮、金童。鄧瑞華、洪欣欣、風林火山。蘇杭、暴風追影。洪金寶、尋秦記。羅浩銘、觸電。係時候揭曉咯喎，嚇！睇時間啦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係蘇杭《暴風捉影》，有嚟攞獎。首次入圍最佳動作設計，就成功奪獎。谢谢，谢谢金像奖，谢谢金像奖的评委。我叫苏杭，成家班第7代成员。感谢我的大当家成龙大哥，感谢杨紫导演给了我站在这里的机会。我看到了很多让我很兴奋的前辈，因为我看着你们，真的我很感动。我希望我能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，感谢大家，然后也感谢家辉哥，
家辉哥，感谢，然后感谢韩肯我们的制片人，感谢我们的制片组的伙伴，感谢 Golden Bro， 感谢吕世佳、李磊，感谢大师兄，感谢我们成家班的兄弟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